Elia mirava manokana ny dada malalako Eva. Elia ihany koa mirava manokana ny Yahoshua. Raha amin'ny fotoan'iletsika izay iarahantsika amin'ny zoan'ny Yoshua. Amin'izao ora amin'ny valo ora alina izao.以利亚要特别向我亲爱的天父问好，以利亚也是要向亚乌说特别的问好。我们就是到这个时刻，就是我们要一起有聚会，就是在今天的晚上8点，我们的时间就是超过一点点了，但是这个都是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在安排别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聚会，为了一起听这个话，就是你在关注中有说多吧，有你们。还有不断的听亚乌说的话，亚乌说把有咱们就是要一起听这个话。首先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在我们这边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大的噪音，所以你们在听众的时候要专心听，因为这边的声音是这边的噪音是很大，因为这个都是在别人的噪音，所以你们可能听得出来，所以这个不是从我们这边的噪音，因为他们的语气是很有出声的很大的噪音话就是我也在，因为我今天做的很累啊，所以我在打哈欠，就是话语给你们的要一起要聊聊，就是我一定要所教训你们的，就是关于这个话，就是说这位爷爷是否来自天上殿？我们就是要今天就是要一起要一起要说关于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时候就在外国都有提到都是那些魔鬼都有提到这个话题都是在阻挡的来让人的路因为他们都能说出来，就是有人相信这位爷爷就是说来自天上殿，他叫做亚乌说的大师，凡相信这样的话都是个愚昧因为都是在这个地球都是没有一个都是来自天上殿的，都是个人量，他们都是要通过这个话就是来证明，因为为什么他有个妻子？因为假如说他是来自天上殿的，他应该没有妻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要说关于这个话题您在听众的时候就是要专心，因为这个很大的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边是有很大的噪音，所以就请你们的专心听吧。你们没有听得出来吗？你们不听这个噪音的话呢，就是非常好，因为我们这边是会那个声是很大的。那我们就来吧，要说这个，我们一起要听这个道。第一件事，
是什么证明的？要说是这位耶利是来自天上天。我们先要说基约全书是怎么说的，然后就是我们要在以色列的聚会的，就是要说也是怎么说的。在基约全书的话，就是说这个是跟耶和华救活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先要一起查考基约的全书，就在就联盟那边的法律就记载很清楚，说是上帝是不定犯罪的祷告，按照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到第2节，这边话就是说，就能证明就是耶和华的大事，他不是要属于你们这边的。如果他属于你们的，他就不会把你们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那证明的就是有人跟随耶利亚的说，那除掉的罪就是对你们洗涤，在这个全世界，你们都为这个真理可做了见证，就是要不再犯罪，要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真的有存在这边的情况，就是为全世界能看到，不管他是怎么想法。对，但是真理还是不真理，真的有人不再犯罪并且成为完全的人，在这个方面就是能说明的。就是来自天上天的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了，就是接着我在后面再把这个证明的给你们，那就是这个证明就是你们写的不行恶，不再犯罪，你们写的是要成为完全的，他们英国人说是 perfect， 这个就是来表示要我所做的上世就是你为上帝的儿子要被钉在十字架，是要我所耶利亚所传扬的，这个就来表示来自天上天的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了。那么我就把经文先给你们念下，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第2节。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当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定你们的。这位上帝他就总不定那些犯罪祷告，因为他不定那些罪人的祷告。那他有一个人，他怎么把一个人从罪里面要救出来？如果他身份是个犯罪，就是说一个罪人的，他用什么的办法叫一个人不要再犯罪呀？所以这个地球就是像你们人类一样的，都是个犯罪的。因为你们是犯罪者，你们不可能跟随你们就成为不犯罪了，因为有人跟随耶利亚的时候不再犯罪了，这位俩就不属于你们中间的。我们来念下这约伯书第14章，约伯第14章。
啊，这个经文是在哪？应该不是在这个乐谱书上面的。啊，这个是第几节啊？让我想一想。这我没记好，就是说水呢是接近的植物，处于污秽之中的。如果你们能掌握这个经文，请拿给我吧，请拿给我。这个那就是你妈妈是顶掌握的这个经文大主来给我向我指示一下，应该是在在这个乐谱书，我没记好，应该是在第14章，但是第几集我没记好，应该是在第几节啊？这个经文就说水呢是接近的植物，处于污秽之中的，话就是这样说的啊。让我要在查考，不是在第14章的第4节，因为这个就是关于那些妇人在生的时候。这个是到底在哪儿？就是内容就是说，水呢是接近的植物，处于污秽之中的。我真的没记起来。你们如果有人在掌握这个经文的话，就马上发过来。因为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一个圣经的译用，不是那圣经书。哎，这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对的，对，确实是这个。乐谱第14章第4节，不好意思，孩子们的，因为我刚才是要到毕业去吧的水囊是接近的植物，处于污秽之中的，无论是谁不能。这边的话就是要记着说。水囊是接近的植物，处于污秽之中的，就是说就在不接近的人，他就不会处于接近的人。假如说伊俩是一个污秽的人，那他所生的就是有人所跟随他的人都是污秽的人。因为有人跟随伊俩的时候就不再犯罪了。因为有人跟随伊俩的时候，你们这边的网络好像被断了。因为有人跟随伊俩的时候就不再我请你们要调整一下，我都看到你们这边的网络都被断了。因为有人在跟随伊俩的时候不再犯罪，这个就能说明的伊俩就是已经接近了。你们那边是否网络被断了？那好，借着这个2个经文就能说明的，污秽的人就是没有上帝与他同在，做那些污秽的人就不会处于接近的。那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这边都能听得到你们这边的网络被断了。就是要接着我刚才把这个两个经文给你们念了，这个就是呢主要说的清楚，就没有上帝能听那些犯罪的祷告，这位上帝不听那些犯罪的祷告的时候，那他们凭什么能从罪里面能救出来？这个就对你们的 CDI， 在这对那些全世界的人，所以我在这边都有对你们 CDI 有强调，你们为要做见证，把你要无数都有把你们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有提到这个，你是怎么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你为什么有去自己导这个话题？因为那个上帝叫他们有犯罪，他们就相信这个就是他们所敬拜耶稣的成果。因为要敬拜那些假上帝，所以你们就不明白真理啊。因为那些上帝叫你们的犯罪啊，所以给你们已经提到说，你们千万别听从那些假上帝啊叫你们的犯罪。因为有些人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在那些在敬拜那些假上帝啊，现在他们听这个真理的，然后他们就变了，因为他们都能相信这个话是真的。因为你们都看到魔鬼的道理，要利用他们，用那些不重要的事，要把他们的所以人家一直对你们说，你们要重新听话吧。最可笑的事情吧，就是那些假上帝啊，他们就相信，他们都要听从那些他们的智慧。所以他们明明知道犯罪都是从魔鬼来的，他们都要听从魔鬼的智慧，魔鬼的灵慧，所以他们不会要听从要真理。所以我对我所说的啊，你们应该有想想，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听从魔鬼的话，因为要听魔鬼的道理就编织了像当魔鬼一样的。你都已经知道，那些假上帝叫你犯罪，你为什么要听从那些犯罪的魔鬼的话？这个你都一直犯罪，这个就表示没有跟上帝与你同在。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千万别魔鬼迷惑了，因为现在走错路啊。所以我在劝大家要谨慎吧，对那些别信仰了。因为这个话都要传扬到全世界，所以必须要把话要传出去吧。因为这个话写得很清楚啊，因为为了做个精湛的，既然我们把我们的全实权柄给你们看了，就是你们不再犯罪，这不是一个人说的，或者是两个人说的，但是有几千人的都说不再犯罪，你怎么有反对的？因为他们不是有跟着我去我的家，或者把食物粮食给他们吃了，然后他们就装定了的话，都是有个个都有各有抗，因为这个都是为了荣耀亲爱的父呀呀娃，这是上帝的子民为这个做见证，这个是第一件事儿。因为有人从罪里面被救出来，这个就说明上帝最顶大的祷告，因为上帝以最顶大的祷告，那就是要顶大的祷告，就是说代表他的话，因为上帝能听到他
这位就不再犯罪。如果他不再犯罪，他就不属于这个地球，乃是来自天上天的。因为法律记者说，上帝不定那些犯罪的大告。所以你们是被女人所生的，都是犯罪。那你可能说，你是不是被女人所生的？对了，我是被女人所生的。所以耶利亚的这个路是很特别，他从小的时候就被安排，他都被保守当到生活到了，能跟着父亲来把业务说，他就像那个像人流正常的生活，但是他被拣选了，被选召啊，当到他定的日子，这就叫做了。他被选召的时候就叫他你来吧，做你的工作，然后他就站起来，与他同在，就不再犯罪，不再行恶，这个就表示这位已经干净了，因为他能够叫人不要干净了。因为法律记者说因为法律记者说因为法律记者说因为谁能叫人的是接近的，因为这个话都是因为以利亚是先干净的。因为伊拉不干净的人要从罪里面要救出来，就不会要成为不再犯罪人。伊拉不再干净的时候，那人就要人人都要犯罪，因为他们能够不再犯罪，那伊拉先干净。这个是在旧约前书的证明，因为现代有人在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这个他们就是干净，这位上帝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法律记者说犯罪的祷告。因为他们都能除掉他们的罪，这个上帝去听他，因为要除掉这个犯罪在里面，这个全世界，这个就表示不再人已经来到你的当中，他是亲爱的父亲所差来的，他叫以利亚，差他来的就是亚乌说。Mata pada kelo teo. Reo toko sending hitanareo reo, adienonareo reo. Ny fanaporofona. Fa tena mandeha ny fanafana amin'ny fahotana. Mandeha zany io lasa tsy manao tentsony zany. Midika zany. Fatonga eto aminareo ilay inon'Andriamanitra teny. 我们就是那个网络被断了。这个就是你们所看见这个经文，你们听见了，这个就是能证明除掉罪的真源，就是要不再犯罪的。这个主呢，表示就是上帝愿意定的祷告，就是来到你们的当中了。这个主不再犯罪的人来到在你们的当中了，你为已经干净了，来到你们的中间。我拿这个我想问起这个问题。他是可能来自到你们这个地球吗？因为就全世界的宗教领袖，不光是谁，不光是何处，不光他在那个在那个派在那个教派，就是他们所求告的那种的上帝，就是这位老板就是老板就是教他们犯罪。我说的就是魔鬼
和撒旦，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再犯罪，却要阻断你们的罪，要现在才有，要通过要借着以利亚。因为你们这些人俩，如果你们说是不再犯罪了，你们早就把人从罪里面要揪出来，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揪出来，从罪里面揪出来，你们都是个犯罪，你们是属于这个地球。假如说以利亚也是属于这个地球，那他跟那些宗教领袖的不教人的从罪里面救出来一样的，因为以利亚能够教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因为如果以利亚是属于这个地球，就不要教人的，要完全的人，因为他是来自的天上天，与他同在就不再犯罪。这个就对我们来证明的，它不是属于你们的中间。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都通过旧约全书来证明的。第二个解释，我们来证明的那位救活的先知的话，他名字叫耶和华，但是这位以色列的救活的先知他是怎么说呢？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迹，这个就是一直在播放这个就按照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你们都听出以色列的先知，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先知。那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就是要听出以色列的先知，那最后的先知就是耶和华。我们就一起查考他的话，他是怎么说？这位耶和华他就说，不要再犯罪了。目标就是叫人不再犯罪了。因为如果他仍然犯罪，那这个是个假的，没有与他同在。根据这本书在马太福音，不是马太福音，而是在福音第8章第11节，这个我们都已经掌握，已经明白这个经文。他说主啊，没有，耶和华说，我也不定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个是不存在，就是在耶和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使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话就被废掉了，不再存在。没有一个人能拯救这个话，除非以利亚，只有以利亚能成就这个话，不要再犯罪。为了第二个证明，这位呢就不属于你们的这个，不属于你们这个地球，乃是来自天上天的，因为他能够拯救这个犯罪，因为属于这个地球都是女人所生的，都跟你们一样的，没有一个都有叫你们从罪里面要救出来，却也能够把你们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你可能说你也是女人所生的，因为不叫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也不来自你们，不从你们当中出来，他是来自天上天的，所以他能够把你们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也他是怎么证明的？他是来自天上天的。耶和华这个救活的先知，他说不要把上物给搞。我们的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7章。在
第6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不要把生物给搞。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到了珍珠转过来要你们。有所说颁布的法律就说不要把商物给搞，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这边就是要很直接的说，不要把商物给搞。这个不是我们讲，就是要就是把权利跟人类有相比。如果你有生气的话呢，你们就像这个经文记住有生气吧，就是那这个上帝的刀要治的这个权利是谁呀？刀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些淫乱的拜偶像的，不要把那个来自天上殿的商物给他们，去像在所传一样的，就是这个圣洁，因为罪里面被救出来，就变成了圣洁，他们得到获到这个生物，这个生物就是上灵所赐给他们，这个就不要把生物给他们，就是在城外不会有获得这个生物因为要得到这个生活，必须要来自天上殿那里。那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因为也难过叫别救出来，叫他们的要圣洁，要获到来自从天上殿的生物这个就表示依然是来自天上殿的，因为天上殿的生物都要跟随他，就是上灵，这个上灵从罪里面要救出来。记述录第22章。第15节。记述录第22章第15节，城外有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的、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造虚谎的，这个都是在城外那些做坏人的，都在上帝的王国的外面。按照在记述录第21章27节，分不接近的，比那些可遭遇的虚幻的知识，总部的经拿成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那些权利父亲也说，你们是在城外的，因为权利是个在城外的上帝的王国，上帝的话说你写在外面，不能把给他们，这是不是我自己说的，那是上帝的道说的，我请你们要念这个，这是亚伯兰的上帝要说的，因为那些犯罪的，因为那些商务不要把商务给那些城外的。那要我说的大事应该是大所来的地方，来源的地方是在哪？那因为他能做这个事，因为要我说的，他不是在上帝的外面，因为他是从列表出来的，因为他能够把人的不再犯罪，与跟随他的人都要完全的人不再犯罪，他就不属于这个地球。上帝说那些犯罪都在外面，不在天上殿的，那些不来自天上殿的都在外面，不能把商物，不能带着商物
因为以俩能够叫人的不再犯罪，以俩就是在顶上殿的，他就在顶上殿的里面。他是来自顶上殿的，这是英国人说的，他是法国人说的是，他是来自顶上殿的，他是来自顶上的。因为我们的国就是在顶上的，不是在这个地球。因为权力就是在城外，这个就说在上帝的王国的外面。要我说去说我的就是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去，我的国就在顶上殿的。我们一起念一下，一起查考一下这个经文，我们找到了腓立比书第3章第1，我们却是顶上的国民，这个就是在顶上殿的，并且我们当伙就是主要我说从顶上的，那这个就很清楚，那个就在城外，就在顶上殿的外面，说的就是你们在属于这个地球，权力就是在有不来自顶上殿的说的就是他们，说的就是你们在属于你们小人属于在这个地球，所以你们永不要叫人的从罪里面要救出来。腓立比书第3章第20节，你们属于这个地球，你们永远不要从罪里面救出来，因为你们是顶上的外面顶上殿的来的时候，那个生物要跟随他的时候，那我们看见犯罪，有人越无说动在是有福了，因为他不再行恶。那这个话就是来证明，就是顶上殿的，因为才有自己的生物，因为凡来顶上殿的才有生物那这个生物就是也跟着这位以利亚来自顶上殿的，就上令叫人不再犯罪你不再犯罪的时候呢，这个话就被成就这位就是能住在顶上殿的，这位就是能住在顶上殿的，按照我们刚才念的那个上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就是在顶上殿的，这个就是一辆能够把人从罪里面，不是属于这个地球，这个是很清楚吧？因为如果他是来属于这个地球，他就不会把这个叫人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个使徒们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没有这个除掉罪的就不存在，你们所拜的都是那些假上帝所以这个话是来证明的。有人跟随以利亚的时候能从罪里面救出来，他就不是人类像你们的，他是来自顶上殿的，因为能得到顶上殿的生物，乃是来自顶上殿的，因为不要把生物给搞，因这个叫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就是圣灵，这是来自顶上殿的。这个圣灵属于地球的人不能带着的，因为顶上殿的是来自顶上殿的，你怎么一个小小的，你是个犯罪却你所带的这个生物这个是怎么可能的？因为上帝就是个创造物，能说话的，就是他们来做这个要叫人不犯罪的，所以人就不再犯罪。这位上帝就是来自顶上
听，他们就是说不要把商务说的就是他们不要把商务给高，要听这个声令的时候必须要来自哪里，所以为了这件事，伊俩就是来自听上听哪里。这个就来证明的，伊俩真的是来自听上电人，因为人受到犯罪，人受到领受上令的时候，就叫完全的人不再犯罪，这个就是你能证明的，所以你不能再反对，真能反对就是魔鬼，因为这是魔鬼的，他不是要反对的话，他就是魔鬼，他必须要反对，这方面就无话可说，因为有人都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伊俩都能率领他们到顶上顶那里，这个就表示来自顶上顶的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这是我的照片，就是在是我的照片，这是伊俩的照片，这是第三件。那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方面都是很清楚啊，就是伊俩不是属于这个地球，因为他是来自顶上天的，所以像耶和华一样的，他必须差一个人类，因为他必须要住在你们的当中了。就像耶和华我亲爱的，他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类，他必须有女人所生的。那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有娶妻子？我一个回这个我给你个回答。耶和华他是没有妻子，因为他不愿意呀。但是对他没有带来这个地球的时候，没有法律记载说他不可以要娶妻子，因为这个对他不合适的，所以也不参与这个话题。这个是他自己的荣耀归给他。因为耶和华的法律记载说没有男人就没有说是不可以娶妻子。那父亲也听父也发的法律就说女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他们就一起住，就成为一体啊。这个耶和华就说没有这么说，就说把这个法律废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人就不能嫁娶啊。耶和华就是从把父亲的听父也发的律法废掉，耶和华没有颁布啊，要说是你们不可以嫁娶啊，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法律。所以对那些人说，为什么伊俩要娶妻子？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是要反对上帝基本。因为耶和华因为他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就不愿意去记着。那这个伊俩就不敢说这个话题啊。因为如果他想要去的话，他可以去啊。因为我要跟你们讲，他没有去记着，因为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不愿意去记着，这是他的原因呀，这是对他合适的。所以关于耶和华的事，我不能干涉。但是耶和华的法律，他没有要把父亲的耶和华改了，因为父亲耶和华说你们可以去走儿孙的，却耶和华来强调，就一个男人做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做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我给你们这个回答就是那些教堂，就是说这个敬拜，就他说他在那个圣经上面都没有查到，就是一个女人就是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妻子。我不说这个敬拜的这个敬拜的名称。但是就是我对那些有那些娶几个老婆，我想把这个应该如果没错的话，就是在可能我稍等一下，我再查考。先稍等一会儿，因为我真的没有记哈。
Toutefois, pour éviter l'impudicité, c'est-à-dire, voyez là, 我再寻找一下 que chacun ait sa femme. 哥林多前书， Chacun ait sa 哥 femme. 林多前书第七章第2节 Doit seulement avoir 用法语的圣经来念。 Janoué, les larrets, 当要 Manamac, 免淫乱的事， et que chaque femme, 就是为了避免淫乱 une 的 femme 事。 doit se marier avec 男 un seul 男 mari, 人 un 的 seul 当 homme. 各有自己的 Voilà, 妻 voilà 子 la， loi du mariage.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就是来说，就是一个女子就有一个亲，有自己的妻子，一个男人就有自己的丈夫啊， Les larrets, Manamac, 也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啊，就是个女子，一个女子就有一个丈夫， les prophètes, 这是结婚的规定的法律。那我对你们说，就是在圣经就是说一个女人只有一个男人就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就个丈夫啊。这就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2节。我请你们念一下，这是要说的法律内为救活的见证。 si ça ne tient mieux au choix, ça va toujours dans ce temps. 就是要从起初啊，就是找人的说就找男找女，就是一个男人就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就一个丈夫，按照那个。那在这方面的，就是说是要无说的法律啊，但是要无说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嫁娶啊。 没在业务说里面是没有这条法律，这个是太危险了，因为这个要违反父亲的亚法的基本的法律啊。对于俩来说，他是要选择了要妻子，这是没有违反法律啊。但是他妻子就一个妻子，我的妻子就一个，那这个是太合适的，这个是没有问题。我尊重的法律就是在造人的法律。 因为我尽管是来自天上殿的，但是我天父我的父亲叫我造人类一样的，这个对于这个就说没什么问题啊。那你可能说就是那个上帝的话，就说在那个天上的时候，就像那个圣者就说不可以嫁娶啊。 因为就说没有个这个定式的形式啊，因为定式就是个创造物啊，他要做完事的时候，他就回到本的地方，但是他不像以利亚一样的要变成了人类，却以利亚变成了人类，他是个所以。 以利亚就难去啊，这个是以利亚的之路啊，被安排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并且我的天父在圣灵来到这边来的，他对我来说，你可以去，我尊重的法律，这个没什么问题。尊重的法律不是说是，这个是被人刻的在。 天上殿的别人给的天父亲来的天父也法要颁布这条法律，是他有讲到这个一个男人就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就一个丈夫，这是结婚的法律，只要你尊重这个法律，那这个就是不会错。那我对你先说一俩，因为经常见的，他都是在装来装去的。 业务啥子对他们说，就是在或者不可以再加去啊，像天上殿的使者，因为天上殿的使者不住在地球，或者他们变成了人，因为他们是个天使，不是人类。
因为假如说他们没有变成的之前，他们就不可以嫁娶啊。假如说一俩都没有变成的人的钱，就是能吃饭的，能坐车，能看见的，能对他能说话的，因为他没有心生。如果他没有心生的话，他就不能嫁娶，他不能娶，因为他没有心生，因为他就是像那些金石一样的，金石就不可以嫁娶啊，因为他们没有心生的，没有心生，他们没有变成的人类，他一旦心生的，一旦变成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尊重的人类的法律啊，人俩都已经变成了人类，所以他可以去按照他喜欢的。那叫我要去的就说的，我亲爱的哥哥叫我可以去，那一俩就可以去。这个没有法律能阻止这个。我们来念下就像顶上殿的圣旨，Matthieu 28:30. Tipo naquele era vai. Misi gripa, misi mana pak经少当下，我先寻找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的哪里？马太福音第22章第30节。马太福音第22章第30节，我打喷嚏了。我们这个地方都还有很厉害的感冒啊，所以我在打喷嚏了。不好非常抱歉，很抱歉对那些非常讨厌那些听打喷嚏的声音。我们继续吧。马太福音第22章第30节。当复活的时候，人你不娶也不嫁，乃像经上殿的时样。因为就是那些今世没有变成的人类，没有形式人的身体，他们就不可以娶也不嫁。因为就是说你在经上殿的时候还没有拆来的，还没有被拆迁来到这个到这里，你就说不该变，没有变成了人类，你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你就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变成了人的。你法律直接说你可以嫁也可以娶啊，你要我说的就是要我说不愿意娶不愿意娶，那这个因为这是关于他的事啊，所以我不要干涉，因为他是个创造，所以他愿意他想做的事。因为如果他没啥问题，他没有违反法律啊。因为全一俩都变成了人了，他是人类所生的，他的生活是像人类一样的，所以他需要去妻子，因为当然去妻子的说对你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是哪条法律说他不可以去在这个是我说的生的王国里王国是什么法律呢？禁止他是可以去的，没有任何人的法
法律能禁止的，能禁止，所以对那些人说，你为什么要去记者？如果是你来自天上殿的，你为什么去记者？在呀，我说里面是没有什么法律能反对，因为天父耶和华的法律就说，男人要离开父母的时候，他就可以去记者。如果你在这个是法律必须要尊重的，我是个男人的，不是个女人，所以我可以去的。我不是个就是我不是女人，所以我要尊重的我亲爱的哥哥的呀，我说的法律，我要尊重这个法律的，其次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人的法律能反对呀。因为要跟着呀，我说的是或者说是你们来自天上殿的时候就不给加或者不给去呀，在这个是在这条法律在里面是不存在，因为你不去的时候或者不加的时候啊，你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我就可以我去，这个是没有任何人的法律能反对我，这个是没什么困难的。那回答就这样的，我再说一遍的，对你们说，如果是你来自天上殿的，为什么要去这？我现在都尊重的法律啊，人说我只能去一个记者，我也尊重这个。因为要去记者，这个是可以的，这个都是为了证明天父耶和华的话。如果你已经选择不要去，或者选择不要加，这个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选择，你只能去一个，你只能加一个，这是法律说的。在呀，我说里没有禁止你不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加，但是如果你别注意啊，我可以去啊，这个是都没问题，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是你不会要得到挨骂，因为这是要法律说的。如果想要违背法律，然后他们就要颁布奇奇怪怪的法律啊！咱是哪里有条法律说不可以去记者？这是魔鬼的道理啊！我们来念下这个话，就说要禁止，要加去。这是我们最后的念，我先寻找一下。Timóteo Polônia, toko faefatra, lazony hoe anao vetsika aloha le anao teo misy teny mafisy kely tia Timóteo voalohany toko fahatelo地母带简书第四章请稍等下，我们先念一下刚才念的，在地母带简书第3章第12章。很抱歉，是地母带简书第4章第三节，地母带简书第4章第3节，他们禁止加去，那我们就来第一节开始念吧。圣灵明说，地母的他经书第4章第1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了正道，听从那引诱的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的这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
梧桐的被人接的老光的一般，这个邪灵的这个引诱人的邪灵，他是做什么？他就是说，他们禁止的教区啊，如果有人说这样的话，他就说有魔鬼的邪灵，就是对人家说你不可以有教区啊。他是要说这样的话，在他里面就是有引诱的邪灵，因为他都是违背父亲天父法的法律啊，因为法都已经做个计划，要把一个人成为个人类，他就可以嫁娶啊。但是要禁止一个人不能嫁娶啊，它里面就是个有引诱的邪灵。如果你有这样的道理的话，你应该要想一下，因为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有魔鬼的道理，一俩就可以娶，因为这是一条法律，大家都尊重这条法律，但是只能娶一个妻子，这是法律所记着。那我的话的尾声就是到这里，所以我祝你们在这个地球上别再听从那些魔鬼的道理、魔鬼的教训，要决定把要跟随耶稣，因为所有的事情对你们都已经明白，你们都被魔鬼利用的，然后就随便讲话。谁说的？他是来自天上的不可以去的，因为耶稣都已经变成了人类。如果是耶稣是灭性生的话，他就不可以啊，因为他必须要尊重的人类的法律啊，因为是个人类，所以必须要尊重的。但是如果你有自己选择，不可以去或者加，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想要我说这个是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要去的时候啊，也没有法律呢禁止的，因为这是天父耶和华的法律。因为耶和华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现在该耶和华要做，因为他都没有准备要娶妻子，因为他都没有这个计划要娶妻子，因为我都已经来到你们的当中了，我这个计划要娶妻子，在耶和华里面是不会错的，这个是很合适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有个同伴。因为在这个生活中一定有一位朋友，所以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都是一点都不违反法律。那关于这个教训，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们把这个今天的教训就是给他第六课的，因为这个今天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对全世界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外国人都要反对啊，因为他们在对这个真理真道都无话可说的，所以现在就开始要反对。那些别信仰了就别信仰了，那些不信仰了那就不信仰了，因为你俩必须要寻找只有一个，就叫父亲耶和华天父耶和华高兴，要祝你们要说把有你们明天都一定来参加聚会。别再待在家里吧。对呀，大家都要来，为了荣耀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来参加要去参加聚会，就是在耶和华有伊利亚所在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大使先寻找伊利亚，他就是耶和华的大使。那我祝福你们要祝你们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
天父耶和华非常感谢你的多亏你这个道，多亏你这个教训，就是为了叫全世界要明白你基本的教训，就是你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我所说的教训的，我请你要把你的荣耀要通过这个道也显示出来。我所教训的，就是为了拯救他们，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为了带到你那里天父耶和华，为了报答耶和华的喜，非常感谢你，亲爱的耶和华呢，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请你保佑他们能平安的来到你那里，就是到天上殿的那些想要得到治病的，想要拯救的，请救他们，永远的荣耀就是归给您的。我奉耶和华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明天再见，耶和华保佑，再见。